各位觀眾，歡迎嚟到薯條科學教室。今日唔係同你拗薯條脆好食定腍好食，而係要用科學同數據，教你點樣自己都做到餐廳級嘅酥脆薯條。第一關，脆皮到底點樣形成？有3個關鍵：水分對抗戰。薯條一落油鍋，表面水分即刻蒸發，形成脆皮。溫度好緊要，有個黃金溫度，就係180至190攝氏度。太低會吸油變腍，太高會燶。而餐廳嘅秘技就係雙重油炸，先用160攝氏度炸熟，攤凍之後，再用190攝氏度快炸30秒，咁先做到外脆內軟，完美口感，但整得脆都要守得住先得。薯條有3大敵人，第一係水氣，出爐後佢會不停釋放水蒸氣，搞到自己變腍。第二係油脂氧化，凍咗之後表面啲油會凝結，令表皮變韌。第三係澱粉老化，放得太耐，裏面啲澱粉會回生，變得又硬又乾。所以記住，時間同儲存方法好緊要。咁屋企點樣 keep 住脆？第一，如果點咗薯條外賣，返到屋企要即刻打開包裝，等水氣散走，千祈唔好密封。第二，用焗爐翻熱，200攝氏度焗3至5分鐘，唔好用微波爐。第三，喺企炸薯條嘅話，可以喺炸之前將薯仔浸泡凍水30分鐘，呢個係後期形成脆皮嘅關鍵。第四，炸好嘅薯條要攤喺架上，唔好堆埋一齊，等空氣流通先唔會變軟。點解餐廳嘅薯條特別脆？首先，佢哋會用專用薯仔，例如 russet 品種，水分少、澱粉高，先天就易脆。其次，切條都有黃金比例，0.8厘米乘號0.8厘米方柱形，熱傳導最好。佢哋仲會做預處理，用85攝氏度熱水短暫預煮，再迅速冷卻，等表面形成裂紋，後期油炸就更酥脆。最後，炸油管理都好關鍵，定期換新鮮油，先唔會有怪味。總結嚟講，整脆薯條就係同水分、溫度、時間鬥智鬥力。希望今日嘅科學貼士幫到你，自己都整到金黃酥脆嘅薯條。多謝收睇。